請勿靠近幕門，請不要靠近木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doors. 應該 A392到，係咪 A3？係未卡 A392有問題。到門咩時間到？係咪啊？我車請勿靠近幕門，請不要。咁樣嘅。發生緊乜嘢事啊？唉，火中環道啊！係咪 A392嗰度？呢架車有問題。上翻車型又嚟啊！壞車門。哦 A392度 ，A392最尾我到門啦，最尾我到門。應該係呢架車三門只有啲問題，所以佢嗰度咁快咁遲開出。即係依家就搞到荃灣同觀塘線唔一致。